大家好，小林校長，今日咧就為大家介紹香港品牌 Man Dimension 嘅最新一件 product 啊，就係佢啦 ，The Obsidian 黑曜石。咁其實佢係一個求救哨子嚟嘅。咁你會見到佢其實係好細噶，個 size 係42×10×3.7mm 嘅啫，重量咧只有1.5g 嘅咋。咁佢比我之前用開嘅 Man Bell 哨子咧14g 咧，係足足輕咗12g 噶，亦都細隻好多噶。咁我作為一個 solo camper 啦，萬一不幸地喺野外啊發生意外咧，要向人求救嘅時候咧，咁一隻哨子咧分分鐘可以救你一命嘅。咁你有咗哨子啦，只要出國際認可嘅 SOS 信號，3短3長3短。咁就可以向遠方嘅人發出求救啦。咁可能你話大嗌都得啦，使鬼買多件嘢咁麻煩咩？咁你就錯啦。其實咧呢啲求生哨子咧，佢發出嗰個音頻咧係有3000個赫茲嘅。呢個聲頻咧係人類咧耳仔咧最敏感聽得到嘅一個音調嚟嘅。咁你大嗌咧，可能仲容易俾人發現嘅。求救嘅時候爭少少就爭少少噶啦。咁如果你都係一個 solo camper 咧，或者 hiker 啦，係啦，咁其實真係都要有一個哨子咧傍身噶。何況佢只有1.5g嘅啫，近乎零負擔啊！好，今條片介紹就係咁樣啦。